今日嘅助詞呢，仲係那言語行為領域嘅用法。言語行為呢，簡單嚟講就係人通過講嘢，令到對方執行佢想做嘅行為或者動作，或者改變佢嘅現有嘅行為。依然係根據呢3篇論文，我哋先睇一個例子。開飯啦！開飯啦！快啲嚟啊！食飯啦！食啊！呢度呢，開飯啦！開飯啦！開飯啦！都係用於向對方宣佈。呢度係向狗宣佈食飯時間到啦，過嚟食飯，希望對方過嚟食飯。跟住睇下第2個例子。小心啊！有雷暴，落雨好收衫啦！呢度呢，好收衫啦！呢度就係提醒因為有雷暴、落雨，提醒對方收衫。跟住第3個例子。林員外果然大人有大量，告辭啊！冇陰功啊你！呢度係習慣用語，告辭啦，或者拜拜啦，我哋告辭啦，或者走先啦，大約呢啲係習慣用語。跟住第4個例子。Thank you, sir, and sorry, sir。我會努力㗎啦。我會努力嘅啦，呢度係承諾，向對方承諾，我應承我會努力。跟住睇下第5個。嗱，你一到貨你就寫信翻嚟我咯噃。得啦。呢度係答應得啦，呢個啦答應嘅語氣，答應對方自己一到埠，即係一到目的地就寫信畀佢，表示應承答應。跟住睇下最尾一個例子。你成日叫雞，你生唔到仔㗎啦，你開雞竇算啦。喂，呢度係唔啦，對方建議佢開雞竇，佢唔開啦咁嘅意思。呢個唔係將後面嘅開省略咗嘅，用於拒絕對方嘅建議或者要求。好啦，最後一個總結，一共有6種用法，宣佈、提醒或者習慣嘅用語，或者承諾，或者應承，或者拒絕。呢個就係那嘅6種用法。